2024年世界青年花式出兵比赛2月28日伫台北小巨蛋来举办。这5天的时间，有来自全世界各地187个选手来参加。第一摆以地主队身份来参赛的台湾选手蔡玉峰甲李宇翔，拢希望讲会当摕到上好的成绩。 配合音乐，展现柔顺优雅的动作，怎么赶紧练习？因为世界青年花式出兵锦标赛就要开始啊！14岁台湾选手蔡玉峰第一遍以地主身份参加比赛，伊是台湾第一位参加冬季青年奥运赛花式出兵选手。这边伫咧长曲加短曲拢有小可做调整。 同款要捍卫主场的，也有17岁李宇翔，这边也是以个人上尾一场青年组比赛。自228开始5天的赛程，有来自世界各地187位选手参加，也是台湾伫咧让7年了，搁再一遍举办。李宇翔心情除了欢喜，也有压力，希望上尾场有好表现。 这边比赛吸引大家注意的选手，包括互人认为是南韩金妍儿接班人的申智雅，也个被看作是这届赛季上强欧美的中田梨世。伫赛前记者会，蔡玉峰甲李宇翔特别传珍珠奶茶甲红豆饼，甲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互相加油学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